大家睇下前面嗰部雙層巴士，哇！我哋細個咧睇 TVB 就睇得多啦。你話真係自己揸部車過嚟香港，可以睇到部雙層巴士，哇！真係勁興奮。咁啊，南哥啦，經過咗咧，大概前搭後係3個半鐘頭，而家咧已經嚟到香港嘅海運大廈啦。第一站啊，粵車南下必到嘅一個打卡點。咁啊，南哥啊，好希望可以多啲有機會嚟香港啦。而家咧開車過嚟非常之方便啦。咁啊，希望咧邊啲老細喂真係有啲大 project 或者團體出遊嘅，咁啊，南哥喺廣州咧有國際旅行社啦，喺越南咧都有地鐵旅行社。咁我哋咧都可以同大家咧做翻一啲大型嘅定製團，即係包括你嘅公司出遊啊，或者團體出遊啊，又或者係高爾夫球團啊。咁南哥咧都可以幫各位咧香港嘅老細咧全部可以安排好晒嘅。反正你有咩要求，我就提供最好嘅服務俾你，保證你一定玩得滿意。如果各位老細有乜嘢好生意想同南哥傾下嘅，隨時後台可以同南哥講下，我嘅專業助理團隊咧都會咧24小時服務好大家嘅，多謝大家支持先。